大家樂崩塌真相，半世紀港牌毀於短短數年，深度解釋陪伴香港3代人嘅老牌餐飲巨頭，用50年賺下嘅街坊口碑，只用短短2-3年就徹底敗得一乾二淨。點解曾經人人誇嘅平民飯堂，而家執笠撤店，全網沒人同情，反而一片叫好？今期影片，我不帶任何主觀偏見，完整拆解大家樂從封神到翻車，從營收百億到口碑崩盤，試圖自救卻越救越崩嘅全過程，睇完你會徹底明白，毀掉呢個半世紀港牌嘅從來唔係市場內捐，唔係北上消費熱潮，而係管理層從頭到尾嘅短視操作，是一場極致嘅俗理反噬。如果你是香港長大嘅朋友，或者常年在香港生活、打工、讀書，一定對大家樂再熟悉不過。紮根香港超過半個世紀，它從來唔係咩高端網紅餐廳，而係最接近氣、最貼普通人生活嘅平民飯堂。早些年嘅大家樂是好多打工仔嘅午餐首選，是學生平價飽腹嘅好去處，亦都係普通家庭日常聚餐、簡單解決3餐嘅安心選擇。嗰陣嘅大家樂靠嘅唔係營銷炒作，是實打實嘅質素和誠意。後廚都係深耕餐飲多年嘅老師傅，堅守最傳統嘅港式快餐做法，招牌厚切豬扒飯更是風靡傳承嘅王牌產品。每一塊豬扒都係厚切足料，肉質飽滿緊實，咬下去汁水十足，肉香濃郁，搭配後廚新鮮熬製數個鐘嘅番茄醬汁，酸甜順口，香氣撲鼻。最關鍵嘅是定價足夠親民，幾十港元就能食到份量超足嘅一餐，飯多肉多，配菜實在，性價比直接拉滿。就係憑住這份真材實料、份量實在、定價公道嘅初心，大家樂一步一步積累口碑，紮根香港幾代人嘅記憶裏，成為當之無愧嘅港式快餐龍頭。可誰能想到，短短2年時間，呢個陪伴3代港人嘅老牌企業，光環徹底破碎，口碑斷崖式下跌，徹底淪為網友口中不值得可惜嘅翻車品牌。而家嘅大家樂食物質素已經差到離譜，完全顛覆咗老食客嘅認知。曾經引以為傲嘅厚切豬扒，而家薄得像一張紙片，下鍋油炸後水分全冇，口感乾柴發硬，完全食不出半點肉香。煮食米飯更是大幅縮筍，份量肉眼可見減少，口感粗糙乾澀。唔少食客吐槽，分店用嘅都係陳舊大米，食起來完全冇米香，生硬難嚥。曾經精心熬製、濃郁順口嘅招牌番茄汁，而家徹底對水稀釋，味道寡淡像糖水，完全冇風味可言。配菜更是敷衍到極致，種類少，份量微乎其微，分數搭配完全跟不上，整份餐點又乾又淡，完全冇誠意。除咗食物全面降級，分店環境和服務態度也同步崩盤。各大分店嘅用餐區域長期髒亂不堪，食客自圓嘅麵堆積殘羹剩飯，半天沒人執，麵油膩發黏，撳下散落垃圾，整體環境污濁雜亂，完全冇連鎖餐飲該有嘅整潔規範。服務態度更是冰冷敷衍，進店無人引導，點餐完全冇耐心，用餐全程零服務，員工態度冷淡疏離，全程敷衍咗事。也正是因為全方位嘅體驗降級，網上吐槽大家拗嘅貼紙天蓋感，差評刷屏。有本禁食客直言，而家嘅大家樂連最基礎嘅餐點質素都做不好，甚至怒批唔好俾狗飯人食，意思就係而家嘅出品劣質到根本不配拿來待客。就在2026年8月4日，大家樂紅磡黃埔天錦百合苑商場第9期分店正式結業停業。按理講，一個陪伴街坊數十年嘅老牌分店執笠，理應引來唔少老食客嘅惋惜和懷念，但今次全網嘅反應卻異常冷淡，甚至絕大多數網友都直言毫不可惜，紛紛留言講早就該結業咗，早就要執笠。好多老街坊睇完結業消息，只剩滿心唏噓。從小食到大嘅老牌飯堂，承載咗自己幾十年嘅生活記憶和童年情懷，而家徹底變味。從食材、出品到服務、環境，冇一處還能找到當年嘅影子。50年一點一滴攢下來嘅口碑、信任和幾代人嘅情懷，就這麼被短短幾年嘅短視操作徹底揮霍殆盡。可能有人會講，快餐質素下跌，體驗變差，頂多是食得沒以前好食，性價比變低，不至於徹底毀掉一個品牌。但真正壓垮大家樂口碑，讓消費者徹底寒心嘅，根本唔係味道降級，而係觸及餐飲行業底線嘅食物安全問題。
2025年冬至前後，大家樂爆發咗轟動全港嘅集體食物中毒事件，直接把呢個老牌餐飲巨頭嘅口碑徹底打入谷底。2025年12月21日，多位顧客在美孚新萬事達廣場嘅大家樂分店購買咗招牌帶子炒飯和節日盤菜外賣。這批受害者一共有8位，年齡跨度極大，從3歲幼童到69歲長者都有，涵蓋4男4女，彼此互不相識。唯一嘅共同點就係食用咗該分店嘅餐點。食用過後，所有人都在10至29個鐘內陸續出現嚴重嘅身體不適症狀，包括劇烈腹痛、反覆腹瀉、嘔吐不止、持續發燒。當中7位受害者緊急求醫就診，還有1位情況嚴重，需要留院接受治療。後續嘅大片樣本檢測結果明確顯示，患者體內檢出薩滿氏菌，確鑿證明是食用問題餐點導致中毒。事件發生後，香港生防護中心、食物環境生署第一時間介入調查，做嘢人員實禁核查涉事分店嘅食物烹調流程、食材處理規範和環境生情況，同時抽取大量食物環境樣本進行專業化驗。初步調查結果直接暴露咗分店嘅致命問題：食材處理流程混亂，生熟食材交叉污染風險極高，完全不符合基礎食物安全規範。香港食物安全中心隨即下達整改指令，要求涉事分店即刻暫停供應所有涉事餐品，全面清潔消毒分店環境，同時對在崗全體員工開展食物安全和環境生專項培訓。大家樂集團官方隨後發佈聲明，稱高度關注此次顧客不適事件，對受害顧客表達慰問，但這份輕飄飄嘅慰問根本掩蓋不咗品牌嘅核心流動。作為紮根香港半世紀、上市多年嘅餐飲巨頭，連最基礎嘅食材處理、食物安全、生管控都做不到位，讓消費者花高價消費，卻要承擔入院就醫嘅風險，這是最讓街坊接受唔到嘅禁方。更離譜嘅是，這根本唔係大家樂第一次爆出食物安全事故。往前追溯，2025年1月22日就已經發生過一次大規模集體中毒事件，當時有14名消費者食用咗大家樂分店製作嘅外送盤菜，在食用後嘅25至58個鐘內，陸續出現發燒、腹痛、嘔吐、腹瀉等中毒症狀。當年嘅調查結論和今次一模一樣，依舊是分店盤菜製作過程中生熟食材運放處理引發交叉污染。短短1年時間，2次大規模集體食物中毒事件，波及數十名普通消費者，甚至包含孩童和老人。這已經唔係個別分店嘅疏忽失誤，而係整個集團食物安全管理體系嘅系統性崩塌，品控形同虛設，流程漏洞百出，生標準徹底失守，任憑品牌底蘊再深厚，也扛不住這樣反覆嘅底線翻車。食物安全徹底翻車嘅同時，大家樂嘅財務業績也迎來咗全面潰敗，各項核心數據全線下跌，經營壓力肉眼可見。截至2026年3月31日嘅完整財年，大家樂集團全年總收入為81.83億港元，相比上一年度減少4.5%。股東應佔溢利僅為1.64億港元，同比大幅下跌29.5%。如果撇除投資物業公平值嘅虧損，實際溢利跌幅更是達到32.9%，每股基本溢利29港仙，較上年減少29.3%。股東回報能力大幅縮損，盈利能力嘅核心指標毛利率全年僅為9.5%，按年下跌0.9個百分點。盈利空間持續被壓縮，成本結構更是極度緊繃，人工成本佔據總收入嘅34.7%，租金成本佔比11.7%，兩大固定成本持續擠壓利潤空間。全年經調整 EBITDA 為5.726億港元，同比減少16.7%，整體經營盈利能力大幅弱化。分業務板塊嚟睇，各項業務幾乎全線失守。香港核心嘅速食餐飲業務全年收入48.216億港元，同比下跌5.9%。香港休閒餐飲收入7.704億港元，下跌6.4%。內飲業務收入14.605億港元，下跌2.3%。唯一勉強維持增長嘅是香港機構飲食業務，收入10.10億港元，僅微增1.0%，完全撐不起整體業績。旗下兩大主力品牌嘅分店經營數據同樣慘淡，大家樂快餐、一粥麵同店銷售額
按年分別下跌6%和9%，分店人流、營收雙雙縮損，而且經營表現呈現前弱後強嘅態勢。上半年整體環境最艱難，純利僅4673萬港元，也就意味住全年過億嘅利潤，全部依靠下半年勉強支撐。整體經營頹勢十分明顯，專業投行也紛紛下調對大家樂嘅預期。富瑞證券發布研報明確指出，大家樂全年業績不僅低於市場預期，更低於管理層自身嘅預判，整體表現極度疲弱。核心原因就係香港快餐主業持續遭受市場內捲競爭、港人北上消費、出境外遊嘅三重衝擊，因此富瑞直接將大家樂目標價下調24%。從6.81元降至5.15元，僅維持有評級，直言品牌轉型週期漫長，未來上行空間極度有限。國元證券也同步分析，大家樂業績持續下跌，核心受制於三大外部因素：內感北上消費熱潮持續升溫，訪港旅客消費模式大幅轉變，內感餐飲市場價錢競爭愈發激烈，多重外力疊加之下，大家樂嘅傳統經營模式徹底失去競爭力。正常企業面對業績下跌、口碑崩盤、人流流失，第一反應一定是整改品控、優化服務、升級餐品、挽回消費者。但大家樂管理層嘅操作完全反其道而行之，佢哋冇選擇開源提質，而係用最粗暴、最短視嘅節流手段，試圖穩住財務報表，最終徹底把品牌推向深淵。最核心嘅兩大操作就係大規模裁員，密集刪低校分店。截至2026年3月31日，集團整體員工總數為17444名，相比上一年度直接減少1526名。當中香港本禁市場裁員500至600人，更誇張嘅是，僅下半財年員工數量就減少1288人。靠住瘋狂裁員，大家樂全年人工成本按年下跌3.5%。縮減至28.43億港元。有行業機構做過保守測算，按每名員工月薪17000港元計算，今次大規模裁員每年能為集團節省超3億港元嘅開支。要知道，集團全年純利也不過1.64億港元，裁員省下嘅錢遠超全年盈利。講白咗，大家樂所謂嘅盈利根本唔係生意變好、人流回升賺來嘅，而係靠裁掉員工、壓縮人力成本硬生生省出來嘅。分店端嘅收縮同樣激進，全年整體分店總數從224間縮減至217間，淨減少7間。當中香港本禁分店淨減少6間，大家樂主品牌分店從174間降至168間，一粥麵分店從50間降至49間。集團首席執行官梁可庭也公開承認，實際分店調整並非簡單刪店6間，而係有開有閉，全年涉及調整嘅分店多達10間，每間分店涉及輪崗、裁員嘅員工約50人，再疊加員工自然流失，人力缺口被快速拉大。管理層還明確表態，未來會持續優化香港分店佈局，持續刪業績不達標嘅分店。2026年上半年，荃灣全新天禁分店正式結業，8月4日黃埔分店閂店。後續還會有大量分店調整，同時今年有近70間分店面臨租約到期，只要續租拿不到優惠租金條件，就會直接改開小型頭，進一步壓縮分店運營成本。呢種極致壓縮成本嘅操作，看似穩住咗財報數據，卻直接引發咗不可逆嘅連鎖惡性循環。大規模裁員之後，全港各大分店普遍出現人手嚴重短缺嘅問題。前線在崗員工被迫超負荷做嘢，每天工時長達10幾個鐘，一個人要承擔原本幾個人嘅做嘢量。高強度、高壓力、低人手嘅做嘢環境，讓老員工心態徹底失衡，積攢大量負面情緒，做嘢積極性大幅下跌。新員工根本扛不住呢種高壓節奏，入職沒多久就快速離職。分店人員流動率居高不下，長期處於人手緊缺、青黃不接嘅狀態，而人手不足嘅最終代價，全部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直接導致出品、生、服務三大核心體驗全面崩壞。後廚員工沒時間精細烹調，把控火候，唯一目標就係快速出貨。大量餐點簡單加熱，敷衍製作就直接出餐，樓面沒人及時執麵清潔環境，
分店裝亂差成為常態，全體員工長期身心疲憊，根本冇多餘精力服務顧客，態度敷衍冷淡也成咗常態。如果講日常快餐質素下跌，還能被消費者勉強包容，嗰太極鴛鴦炒飯翻車事件就徹底擊穿咗老港人嘅情懷底線，把大家樂嘅敷衍和劣質暴露得淋漓盡致。這份售價97港元嘅太極鴛鴦炒飯套餐，原本是大家樂主打嘅情懷特色餐品，結果卻成咗全網群嘲嘅經典翻車案例。官方宣傳海報裏嘅太極鴛鴦炒飯，顏值拉滿，用料十足，每一粒米飯粒粒分明，金黃飽滿，紅白醬汁優落出嘅太極弧形工整對稱，醬汁濃郁醇厚，色澤誘人，睇住就讓人食欲大開。可消費者實際拿到手嘅出品和宣傳圖堪稱天差咁別，完全是貨不對版嘅敷衍之作。所謂嘅太極擺盤根本冇工整嘅弧形，紅白醬汁胡亂堆砌，雜亂碰撞，完全冇美感可言。醬汁稀薄如水，味道寡淡無味，白汁分量少得可憐，根本裹不住米飯。最離譜嘅是，這份炒飯居然是徹底沒煮熟嘅生飯，表層米飯睇住正常，底層飯粒全是硬邦邦嘅白心，根本冇辦法下咽。唔少食客食完這份劣質炒飯，當天就出現上吐下瀉嘅不適症狀，餐點味道怪異，口感極差。消費者主動投訴維權，商家卻全程推諉扯皮，拒絕承認出品問題，更不提供任何賠償處理，態度極之敷衍。點解今次翻車事件會讓老港人格外心寒？因為太極鴛鴦炒飯從來唔係一份普通嘅快餐，它承載住深厚嘅香港飲食文化和情懷記憶。對老一輩香港人嚟講，鴛鴦炒飯是傳統酒樓、茶餐廳嘅經典手工大菜，寓意團圓圓滿、吉祥順遂。以前香港大大小小嘅酒樓、老牌茶餐廳，逢年過節、紅白喜事、家庭聚餐收尾，幾乎都會點上一碟鴛鴦炒飯，既是儀式感，亦都係情懷。而且這道菜極之考驗廚師功底，是實打實嘅手藝菜。資深老師傅可以雙手同步操作，一邊淋酸甜紅汁，一邊香滑白汁，精準在金黃炒飯上出完美太極紋路，紅白分界清晰，層次分明，口感酸甜爽滑，香氣濃郁，每一份都係匠心之作。就係這樣一道承載香港飲食底蘊、考驗廚師手藝嘅情懷名菜，被大家樂徹底毀掉，粗糙敷衍，半生不熟，貨不對版，讓好多從小食這道菜長大嘅老粉絲徹底寒心。更諷刺嘅是，在出品持續翻車、全是預製翻熱餐品嘅情況下，大家樂集團在2025年12月突然高調推出即炒粉麵飯新概念，試圖扭轉口碑，反攻預製菜負面輿論。但香港網友一眼就看穿咗當中嘅貓膩，直接反問一句：請問你哋之前買嘅所有餐點，難道都係翻熱半成品？這句反問精準戳中咗所有消費者嘅核心質疑。如果而家先開始主打現炒、新鮮製作，以前幾年消費者自倒嘅乾柴豬扒、生硬米飯、兌水醬汁，全都係反覆翻熱嘅預製半成品。呢一刻，大家樂多年嘅經營漏洞徹底暴露，品牌定位徹底混亂。行業最難熬嘅時期，所有餐飲品牌都在迭代升級、優化體驗、找準定位，唯獨大家樂進退失據。一邊想靠快餐模式追求出餐效率、壓縮成本，一邊又跟風做茶餐廳菜式、兩餸飯品類，中途又強行推出即炒概念，多線佈局卻冇一條路線做出核心優勢，反而讓品牌定位越嚟越模糊，徹底失去消費者嘅信任。講到呢度，好多人應該能睇明表面問題咗，質素下跌、生翻車、服務變差、業績急跌，但呢啲全部都係表象，真正毀掉大家樂嘅根源，藏在管理層嘅短視逐利思維裏。有資深財經專欄作家講過一句很通透嘅話：企業嘅利潤增長只有兩種來源，要麼是開源增收，生意變好帶來嘅真實復甦，要麼是節流減支，壓縮成本換來嘅短期續命。前者是長久發展，後者只是苟延殘喘。如果把兩者混為一談，企業離衰敗就不遠咗。大家樂管理層嘅所有操作，完美印證咗這句話。面對消費疲軟、市場競爭加劇、人流下跌嘅困境，管理層從來冇認真復盤問題，優化經營、升級產品、提升服務，
從來冇想過靠提升質素留住消費者來翻盤，佢哋選擇咗最簡單、最粗暴、最傷品牌嘅方式，靠裁雲、縮碟、減配、自動化替代、低價促銷，硬生生穩住賬面利潤，保住上市公司嘅防守股估值。呢種靠節流堆出來嘅盈利，看似財報好看、數據平穩，實則是徹頭徹尾嘅飲鴆止渴。為咗完成冰冷嘅成本指標，保住短期利潤，管理層親手砍掉咗品牌最核心嘅根基。大家樂第一批被大規模裁掉嘅，唔係低效新人、冗餘崗位，而係薪資更高、資歷最深、從業十幾20年嘅資深後廚老師傅。這群老師傅是大家樂最寶貴嘅財富，佢哋深耕港式快餐多年，深香港街坊嘅味道偏好，熟練掌握每一道招牌菜式嘅火候把控、食材搭配、烹調技巧。佢哋知道點樣煮飯先能鬆軟香甜、粒粒分明，知道點樣把控火候煎出多汁彈牙嘅豬扒，知道點樣慢熬醬汁先能濃郁順口、風味正宗。以前幾十年，大家樂嘅口碑、味道、特色，全部來自呢啲老師傅嘅用心打磨。每一份餐點都藏住匠心和誠意，但在管理層嘅成本算盤裏，這群老師傅薪資高、人力成本貴，是最需要被優化嘅負擔。於是為咗省錢，為咗壓降人工成本，資深老廚批量離職，取而代之嘅是完全冇經驗、冇經過完整培訓、對餐飲行業完全冇熱忱嘅新人。新人上崗只學一件事：快速出餐，完成任務，不用管味道，不用管質素，不用管細節。人手長期緊張，後廚流程混亂，新人操作敷衍，食材處理馬馬虎虎，烹調把控隨心所欲，出餐質素全靠運氣。久而久之，生飯、硬飯、寡淡醬汁、發酸配菜、乾柴肉品，從偶爾翻車變成日常常態。好多食客嘅差評真實反映咗呢種崩塌。有消費者吐槽，一個豬扒份量越嚟越少，甚至食到過反覆翻炸嘅剩貨。雲吞麵嘅麵條硬到發脆，羅宋湯鹹到發苦。同一家分店反覆翻車，質素完全冇底線。講白咗，大家樂管理層就係主動選擇犧牲餐點質素，犧牲食物安全，犧牲用戶口碑，犧牲員工權益，只為換取財務報表上短暫好看嘅數字。呢種透支品牌未來嘅短視操作，是所有老牌企業衰敗嘅核心症結。內部管理徹底失控，品牌持續內耗嘅同時，外部市場環境嘅劇變，更是讓大家樂雪上加霜，徹底失去翻盤嘅外部機會。近幾年香港人嘅消費習慣發生咗顛覆性嘅變化，越嚟越多香港人，尤其是中老年群體，節假日、週末都會北上深圳消費。相比香港餐飲，深圳嘅餐廳選擇更多，食材用料更足，性價比更高，服務體驗更好，整體消費價錢還比香港平一大截。大家樂管理層也在業績公告中坦然承認，集團業績持續下跌，核心影響因素就係北上消費熱潮。旅客消費模式轉變，內禁餐飲價錢競爭衝擊。首席執行官梁可庭也直言，港人長假外遊、短週末北上已經成為不可逆嘅消費常態。每一次假期都會直接分流大量本禁餐飲人流。除咗北上消費嘅衝擊，香港本土餐飲市場嘅內捐競爭更是直接蠶食大家樂嘅生存空間。好多人誤以為北上消費是大家樂最大嘅對手，其實真正顛覆佢嘅是片禁崛起嘅兩餸飯小店。以前大家樂嘅經營邏輯非常清晰，靠堂食穩定保本，靠外賣賺取高額利潤，雙線經營穩賺不賠。但近2-3年，這條賺錢邏輯徹底失效，大家樂嘅外賣生意肉眼可見嘅持續急跌。而家消費者嘅選擇極之務實，如果只是堂食快速解決一餐，香港快餐選擇有限，大家樂還有一定市場。但只要是外賣拎走外賣，性價比更高、菜品更豐富、份量更實在嘅兩餸飯，直接全方位碾壓大家樂。整個香港餐飲市場嘅蛋糕並冇變小。政府數據顯示，自2018年見頂後，香港食肆全年收益長期穩定在1090億港元左右，蛋糕規模不變，但入局嘅競爭者越嚟越多，僧多粥少嘅格局愈發明顯。大家樂嘅市場份額被不斷瓜分，持續縮損。面對外部市場劇變，消費趨勢迭代，同行激烈內捐，正常嘅企業都會主動求變，
升級轉型、優化產品、提升性價比，貼合消費者需求。但大家樂嘅應對方式依舊離譜，不提質、不升級、不優化服務，反而一邊瘋狂壓縮成本、縮減出品、降低質素，一邊悄悄加價，試圖靠消耗緊性嘅品牌情懷保住利潤，徹底脫離而家消費者嘅真實需求。在內外危機全面爆發、品牌瀕臨崩塌嘅絕境下，大家樂管理層也推出咗一系列自救措施，試圖扭轉頹勢，挽救品牌。集團專門成立2個專項改革小組，分別由首席執行官、首席財務官親自帶隊，從業務模式、分店網絡、成本效益、企業架構4大維度全面整改。短期嚟睇，這套節流改革確實起到咗標面效果。快餐業務從第3季度開始，銷售跌幅持續收窄，重新回歸盈利狀態。數據最能直觀體現變化。大家樂下半財年股東應佔溢利，相比上半年急升151.1%，相比去年同期亞增長32.2%。管理層也對外釋放樂觀信號，聲稱本禁餐飲市場嘅最差階段已經以前，但唔會出現 T 型快速反彈。當中最受市民關注嘅自救舉措，就係官方宣布本財年全程不加價。梁可婷解釋，而家香港消費者對價錢極度敏感，餐飲市場內捐到極致，盲目加價只會進一步流失人流，因此集團會審慎定價，持續推出優惠活動穩住人流。同時，集團宣布全面轉型分店模式，放棄以往3000平方尺以上嘅大型堂食分店，全面佈局2500平方尺以下嘅小型靈活分店，計劃年內新開6至7間小型快餐分店，同時新增6至8間休閒餐飲分店。管理層表示，小型分店資本投入更低，運營模式更簡單，佈局更靈活，可以適配而家波動不定嘅消費市場，精準匹配不同區域嘅人流需求，優化整體分店密度，降低運營風險。內感市場也同步擴張，去年新開23間分店，全年淨增10間，還有9間新店正在籌備，重點滲透大灣區3、4線潛力城市和核心商業區。除此之外，集團還宣布最高動用5000萬港元回購股份。首席財務官梁耀俊稱，目前集團估值被嚴重低估，股份回購可以優化資本結構，為股東和投資者創造增值空間。最讓人意外嘅是，大家樂居然主動將招牌產品一哥焗豬扒飯申請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試圖靠情懷標籤重塑品牌形象，看似全方位嘅改革，轟轟烈烈嘅自救，在市場觀察者眼裏，終究只是治標不治本嘅表面功夫。所有人都清楚，大家樂真正嘅危機，從來唔係分店太大、成本太高、估值太低，而係徹底丟掉咗餐飲行業最核心嘅底線：食物安全、餐點質素、消費者誠意。不加價、開小店、擴內禁分店、回購股份、新非遺，呢啲操作全部都係外圍修飾，冇一項針對核心問題。有人講得很直白，大家樂而家嘅所謂轉型根本唔係創新升級，而係倒退住重新學做快餐。管理層而家追求嘅只剩下極致嘅效率，快速出餐、快速取餐、快速消化人流。可最諷刺嘅現實是，當一個餐飲品牌連食物安全都冇辦法保障，連基礎味道和質素都做不穩定，連消費者嘅信任都徹底耗盡，再快嘅出餐速度，再靈活嘅分店模式，再好看嘅財報數據，又能支撐品牌走多遠？50年嘅老牌港牌，唔係輸給咗市場內捐，唔係輸給咗北上消費，更唔係輸給咗同行競爭，而係徹底輸給咗自己嘅短視和貪婪。靠住誠意和匠心，花半世紀築起嘅口碑長城，短短幾年就被逐利嘅管理層親手推倒。其實不止大家樂，好多傳統老牌企業嘅衰敗都係同一個劇本。做大之後忘記初心，從報表輕質素，從利潤輕用戶，用短期節流透支長期品牌價值，最後徹底失去消費者，冇路可走。睇到呢度，我想問問屏幕前嘅你，你以前有冇食過大家樂？你有冇經歷過他從良心平民飯堂變成敷衍劣質快餐嘅全過程？你覺得大家樂還有翻盤自救嘅機會嗎？歡迎在留言區留下你嘅睇法，我哋一起交流討論。如果你喜歡今期深度拆解嘅內容，覺得睇完有收穫，記得俾 like、收藏、分享，多多支持我嘅頻道。還冇關注嘅朋友，一定要點擊訂閱，
下期影片我繼續帶你深挖各行各業嘅商業真相，拆解更多品牌嘅興衰密碼。我哋下期再見。